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下面接着师父来讲这段内容。这段内容，念佛简单又容易，但要坚信必受益啊！弥陀救度永不弃，成念即到光明地。简单念很好听嘛，各位对不对？好听，但是这个呢很通俗，一看就明了。一看就明了，没有什么很高深的文词表达，很容易就弄明白。但是这个呢，我就简单解释。念佛有没有简单？简单，6个字而已嘛，6个字而已，对不对？很简单，很简单啊！而且他并不要求你说，我一定要就是说心没有散乱呐，心没有杂念呐，我要念到一心不乱呐，要念到的功夫成片呐，没有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，只要你念佛，这个很简单，又容易，你看很容易，朗朗上口，连那3岁的小孩子他都会念，一来的时候阿弥陀佛，他也会念，所以很简单。6个字很简单，很容易，就我们嘴巴只要一出口，你有嘴巴，你就可以念。但要坚信必受益，你要坚定的信念哦。这个信就是我要深信，坚定的深信，我一念佛，阿弥陀佛要救我；我一念佛，我有资格，我有条件可以往生。我坚定的相信，绝对不怀疑。那么，如果你能这样，你必受益，必能够在你身上产生很大的力量，很大的这种作用，而且你所求必能非常的如意，非常的如意，很吉祥。就是你的利益可多了，消灾免难，天福延寿，心想事成，各位。而且更重要，在世的时候，一切鸿凶化吉啊，平平安安，快快乐乐。更重要，往生有阿弥陀佛来接引。所以你只要坚信，你一定受益，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，很多的利益，太多了。弥陀救度永不弃，阿弥陀佛对众生的救度永远不会放弃，永远不会放弃。因为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，阿弥陀佛的慈悲他把它就是整个凸显在哪里呀？集中在哪里呢？它的作用在哪里？就在这个6个字名号里面，南无阿弥陀佛这个6个字，所以他已经成佛了，这个6个字就出现，所以他只要你念，他永远不放弃你。阿弥陀永远不放弃，虽然你是一个造恶罪大恶极的众生，但是只要你肯念佛，他就救度你，永远不舍弃你。你只要称念，即到光明地，你只要一念佛，啪，这个发愿，你这个阿弥陀佛光马上给你普照，莲花就来接引你，直接脱离这个娑婆世界，就往生西方这个光明的宝地了，就直接到光明宝地。所以这个话，各位大家要有信心。虽然简单，但是它给我们很大的鼓励，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方法可以解脱生死。所以这一章很简单，就能搞明白。只要你各位能够懂，把这句话记在心里面，时时刻刻要求自己，我一定要这样做必然以后你就是西方在莲池宝地里面能够花开见佛，跟佛永远生活在一起了。那时候你就非常的幸福，非常的快乐，非常的让人羡慕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各位太重要了，这一章太重要。南无阿弥陀佛。